唔知大家有冇試過落雨着住件防水風褸，出面擋到雨，但入面就焗到成身汗，好似做緊流動桑拿咁。絕對有。以前啲風褸真係得個擋字，完全唔講舒適度。不過嚟到2026年，風褸已經進化成結合高科技面料同高級時裝剪裁嘅藝術品，徹底擺脫以往嗰種只求實用嘅刻板印象。科技進步令我哋可以貪心啲，功能同靚兩樣都要。今日我哋就深入拆解現代風褸點樣打破呢個宿命。其實最核心嘅突破係咪就係防潑水同透氣度之間嗰個黃金比例？冇錯，新一代嘅微孔透氣薄膜就好似夜場門口嘅嚴格保安咁，薄膜上嘅微孔大細啱啱好，比水滴細，但比水蒸氣大，即係話出面嘅雨水呢啲白撞客絕對入唔到去。但身體產生嘅汗水同熱氣就可以行 VIP 通道，順利走返出嚟。加上表層嘅無氟防潑水塗層，水珠一掂到就會自動線走。呢個比喻好貼切，即係件衫識得自己呼吸喎。除咗物料，我留意到而家好多風褸加入咗人體工學立體剪裁，呢種設計係咪反映緊現代人生活節奏越嚟越快，需要服裝去適應我哋，而唔係我哋去遷就件衫？呢個觀察好深刻。以前返工要住得好拘謹，而家講求靈活。例如城市通勤，揀件深色剪裁合身嘅風褸，入面襯件牛津恤衫，拉鏈拉到心口，微微露個領出嚟，成個感覺專業得嚟又利落。如果係週末想放鬆下，就可以玩 oversize 街頭風，一件落肩闊身風褸搭件厚身 hoodie。慵懶感即刻出晒嚟。講起保養，我身邊有朋友買咗件貴價風褸，幾年都唔敢洗，話驚洗壞個防水層。呢個觀念係咪大錯特錯？簡直係都市傳說。人體嘅油脂同汗水積聚，反而會塞住透氣微孔，破壞防潑水塗層。正確做法係拉好晒拉鏈，用中性洗衣液放入洗衣機，用輕柔模式洗。千祈唔好用柔順劑或者漂白水，洗完自然風乾就得。原來洗衫都有咁大學問。其實講到尾，無論係自己住定係成班人住，風褸都有一種特別嘅意義。好似好多企業或者非牟利機構都會特登去訂製專屬嘅團隊風褸。當一班人住同一款高質量、印有標誌嘅風褸，嗰種凝聚力係即時倍增嘅。就好似 Helios Group 呢類專做香港團體風褸訂製嘅專家。佢哋提供頂級布料同精細印繡，令到件制服唔單止係擋風擋雨嘅工具，更加係團隊精神嘅具體展現。大家住得舒服，歸屬感自然強。一件衫可以抵禦外在嘅風雨，同時凝聚內在嘅人心，由個人品味去到團隊靈魂。2026年嘅風褸確實賦予咗我哋好多新想像。當科技令服裝變得越來越聰明，我哋不禁會諗，未來嘅衫除咗適應天氣，會唔會有一日甚至可以感知我哋嘅情緒？喺我哋低落嘅時候，自動提供溫暖呢？呢個真係一個發人深省嘅問題。今日好開心可以同大家拆解風褸背後嘅科技同美學。希望大家下次出街或者幫團隊揀衫嗰陣，都會攞到最適合自己嘅現代規格。我哋下次再傾。立即瀏覽 https://www.heliosgroup.com/hcheckit，探索更多客製化風褸方案。